4只1000块元，啥物只？这5只1000块元。来，你听我讲啦，搁一个人客啦，这无甲你趁钱卖，吹水条。这2尾下来，3尾下来，4尾下来，5尾下来，2个人客啦，1000。我开安尼啦，这只搁送你啦。即摆几只？一个人毋是5只，一人搁加1只，6只，1000块。有人咧问白手吗？我甲你讲好无？拄只1000块元，甲你讲笑的，啊，即届是真正哦。最后一届卖1800，好吧？无是要安怎？雨落安尼是要安怎？你了是咧卖你的啦。我甲你讲，我无讲笑啦。你甲我讲嘛咧，一只外口只仔等到200，2尾、3尾、4尾。我甲你讲笑，但是介绍迄句，你杀落西底啊，6尾啦。现在安尼来啦，认真啦，看破啦，袂要紧啦。红食较赢啦，500块，爱红食啦，你嘛唔甘啦，唔甘你等下就倒啊啦。我500块有无？来，我甲你讲，最后一声，有人感觉伤济无？500搁伤济，咱无讲笑哦，搁一半，250，买一半有无？250，250一声，200有地。